由台南市议会主办中华爱心艺术文创总会来申办第一届台南市爱心义长杯街头艺术展演的竞赛。9月9号将伫台南公园来举办，邀请街头艺人、乐队的团体、甲民间艺术技艺表演，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无论你民间有啥物款的活动、记忆的活动，舞蹈、唱歌、特技，也是迄个动动叉，迄个要讲啥哈？庙会迄种的点头，迄嘛拢算民间艺术，咱是为着要甲这个社会有一个温馨、快乐、健康的美好的环境咱来集合这种的艺术来做一个表演的空间，互大家拢有一个健康娱乐这表演的这个舞台。在做爱心嘛，在弘扬主要宗旨就是爱心。伊的爱心呢，伊的陈述足广，未来见到伊的艺术的表演主要今仔开这个记者会，就是要拜托咱这各媒体咱这先生小姐打这个中华爱心这个所要办的代志，打迄个报道出去，互这个爱心的永远带咱这个社会做一个公益。主办单位表示，举办爱心街头艺术多方面的竞赛，一方面提供街头艺术一个表演的舞台，另外嘛希望为社会带来温馨甲快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